嗨，我係雨水，今日同大家一齊深入了解易經點解可以咁神。我哋用一個神字就表示佢好神奇、好神妙、好高明，係因為佢有3個特性。易經超越咗所有神學、哲學、科學，涵蓋咁多嘢，就係因為呢3個特性。第一個，易經具有模糊性，講起上嚟真係好似外國人所講咁，都幾好笑。佢好模糊，因為得幾個系統、幾個花款、幾個符號，其他乜都冇，俾人好大嘅想象空間。你點樣諗佢都有道理，因為佢簡單明了，先至可以作用咁大。如果佢本身太明確，就只能適用喺某一個領域，其他領域就講唔通。呢種模糊性影響咗中國人好深。我哋講嘢成日都唔中意講得太清楚，多數都係點到即止。大致如此呢4個字好重要，對中國人影響好大。大概係咁，其他你自己慢慢諗。點解？因為我哋知道一切都在變。如果事先講得太清楚，又話唔可以變，一定行唔通。呢個就係制度化冇辦法應變嘅最大煩惱。咁樣我哋就明點解仔女出門口，中國父母只會講一句小心啲，就係因為呢一句永遠唔會錯，因為我哋預測唔到未來嘅變化。易經嘅模糊性令我哋點樣解釋都啱，但要講得通，而且要貫通返去本源，只要唔違背太極生兩儀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呢個根本道理就得啦。第二個，易經有好大嘅靈活性。周文王寫嘅卦爻辭，我哋咁樣解釋又得，嗰樣解釋又得，所以易經好靈活，點講都啱，點講都唔啱。啱嘅裏邊有啲啱，唔啱嘅裏邊又有啲啱。道理係活嘅，易經就係講道理。呢點對中國人影響好大，大家真係要花啲心思去諗下。西方人覺得啱就係啱，錯就係錯，冇可能話啱嘅裏邊有錯，錯裏邊有啱。因為西方講分，對錯係分開嘅。中國人唔係，我哋知道絕對正確嘅嘢太少，聖人都會犯錯，神仙打鼓有時都會打錯。絕對錯嘅人亦太少，點都有啲道理。所以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大佬打細佬，邊個啱邊個錯真係搞唔清，因為一個巴掌拍唔響，邊個話得埋邊個錯。而且就係因為唔清楚，我哋先要慎斷是非，是非要審慎去判斷，而唔係明斷。我哋依家成日中意話明斷是非，但其實好難㗎。關於唯心唯物，我哋中國人唔會去拗，我哋覺得兩樣都有道理。但西方人就要拗。有外國人問我：你哋係乜嘢主張？我同佢講：我哋好少喺呢方面琢磨，因為呢啲都係你哋西方搞出嚟嘅學問。如果要講，中國人只有一個論，叫唯道論。唯道裏邊有唯心，亦都有唯物，只係比重唔同啫。至於第3個特性係乜，我哋下一集再講。